若用感谢献做祭，就是应跟我谨慎行的人，我要互伊看去上帝的救恩。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首，现在。请起立歌词小可无共，咱用投影片的为主圣诗。现在，万年国主宰，万德之下修复我的胸脯现在，将你的大请议员徛底，咱用主教时代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你等于亲像伫天呢。阮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利亚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殿，这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们。会众请坐。大家用启应文来启应，启应文第8篇，也是诗篇23篇，大家应该拢真熟吼。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
你的恩典甲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咱三个后头来祈祷，真主，阮感谢你。虽然天气寒冷，我做听上帝的同心，咱们教会会友，大家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围绕伫你的宝座前，要来学罗你三甲来做礼拜。阮感谢你，阮伫礼拜的大钟，阮来反省，阮过去若有做无够额的，互耶稣你烦恼的，担心的，求你来赦免阮，使阮正直，重新有正直的心，互阮过来跑走未来一礼拜的路程。阮为着伊朗甲中国遐个地下受迫害的教会的牧者甲羊群来祈祷，求你伫即个不安的国家的内底，因为你应允讲你一直拢有听你听即世界属伫你的名的人，主恁知影，阮虽然毋知伊的名，毋过你知，你嘛应允，你着听因到落尾，听因到底。阮为着安尼来祈祷，因为阮是伫天国的恩赦内底，阮是做伙来享受天顶的福气。嘛为着台湾即块乡土来祈祷，为着执政者甲民意代表有行好的智慧甲疼心，互社会安定。弱势会当得到好的照顾，各方面来进步发展，来面对未来足侪项的挑战。若有惊歹的政治人物，嘛求公义的上帝，你互因的愚妄所做显明伫众人的面前，互因至高见效，互台湾的人民看出上帝你的手。伸手来行法，当学习敬畏上帝，为着台湾教会的复兴来祈祷。因为阮知阮伫遮，阮正会长，阮的立志，阮要昆读圣经，祈祷无煞，认真来聚会甲服侍，阮相信有一天，阮希望会台湾的同胞会会入来教会，要来寻求协助，因不安的心伫遮会当得到好报。求你复兴台湾的福音的时，求你无袂记伫南门教会，阮大家的努力，阮嘛为着2月即礼拜3号到6号，阮有甲侪教会要共同参与联合建造营，求你保守牧师娘甲几位青年，因无论是出入，拢得到你的祝福，服侍人的，甲互人受到服侍的，拢平平性命得到成长，将来成做基督国度的精兵。愿因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嘛为着后主日的好会来祈祷，过去一年，阮会当伫好会的机会，做伙来感恩，嘛做伙来反省，嘛共同头前查的标来跑走，同齐骹步为主来拍拼。阮这礼拜时，阮嘛为着伫网络，也是伫厝里。无论因的身体无好势，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还是伫治疗中，还是咧复原的，求主拢平平来看顾。求你互因会当经验上帝医治的大困难，会当找到适合的医疗方式。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感谢你邀请阮郑秀恩的郑囝儿有资格来参加天国的恩赦，感谢你来邀请阮，
我有机会会来入万里。阮今仔日欢喜，甲主甲阮的兄弟同坐倒，求你开阮的心，互阮会当在伫第二年会当先谈到将来天国喜宴的快乐。阮的敬拜拢交代伫你的手求你诚做芳芳的做，互你的心欢喜。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献花，请献花对学乐，今仔日时是稳定的新日。
感谢圣乐队真水的声，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最后一本启示录9章第9节到第10节。我来读，请大家来想。佮甲我讲，你着写伊，既若受掉来赴羊羔的婚宴的有福气。佮甲我讲，这个是上帝真实的话。我就趴伫伊的骹前，要敬拜伊。伊甲我讲，千万毋通，我甲你以及你的兄弟有耶稣的干净的，平平是做奴仆，你着拜上帝。因为耶稣的干净就是先知的神。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饼甲杯的愿望，请本堂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无你甲你头前后壁兄弟姊妹，你甲拍招呼讲，今仔日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真好。今仔日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真好。今仔日会当甲做伙做礼拜，真好。是啊，会当有这个机会伫守圣餐的主日，咱三甲做礼拜，真好。我毋知影咱有发现无？当咱咧读四福音书的时阵，主耶稣常常有2种的场合，也是时机，伊会开始讲道。恁有印象啥物款的场合？有无？常拢咧做啥物事的时阵？耶稣会开始讲比喻的故事，开始做伊的讲道。一个是看到人，这个答案真好吼，看到人，无人要安怎讲道，要讲啥物吼。这个部分就是咱会当看会到，当耶稣常常甲门徒，也是甲其他的人咧食饭的时阵，当因咧啉食即款的场合，就是主耶稣时常讲道的时阵。所以毋通看轻咱第一堂的礼拜，还是第二堂礼拜了后，咱三甲伫遮组织食饭的爱餐的时机。第二时阵就是主耶稣当伊看到侪人军队伊后壁开始咧行的时阵，伊去到什物款的所在，伊就伫什物款所在来讲道。所以咱会当看到有当时啊，主耶稣讲的比喻，拢有甲咱环境四周围有关的，不管是植物也好，什物款的事物也好。伊只要行到倒，看到伊就开始用遐个物件做比喻的故事，开始讲道。所以当四福音书咱看到即2个场所，是一款的时机的时阵，有一个所在，有一项事真趣味，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去到迦纳这个所在的时阵，去参加一个婚姻的宴席。而这个婚宴的部分，嘛有发生神迹奇事。这个地图安尼看起来，你伤细，可能在后壁看无遐个字啦吼。但是来第一个圆圈圈，了后咱先看到的就是拿撒勒的所在，有看到无？第二个圆圈圈，了后咱看到的所在就是迦纳。而即北图可能看起来真近，即2个村庄真近，但是甲咱真正行路的话，约爱行2-3点钟的路程。所以，当来到遮的时阵，来参加一个婚宴。迄个举办婚宴的迄间厝，迄个所在，打嘛有起一个礼拜堂，甲保护条的，通好咱有机会去到遐的时阵，会当来看主耶稣伊即个神迹所行的所在。迦南地因的婚宴，一般来讲，上少拢会超过1礼拜以上，甚至有可能来甲2礼拜。而即1-2礼拜久的时间，主要就是要互对远远来的亲友，有可能伊需要行几工的路，不管伊当时到，拢会当有一款婚礼的宴席咧进行的时阵，伊会当伫遐做伙甲大家来欢喜来啉食。所以1-2礼拜即款的婚宴安尼办落去，咱会当通知主人家非常忝，主人家爱准备的物件非常济。所以，伫这个所在所发生的事，就是酒无啊。遮有一个12世纪所起的院，这个修道院咱有看到，伊有2个石头刻的板伫遐。这2个石头刻的板，毋知咱安尼看的时阵，看会出顶面甲下面。
伊咧描写的是啥物场合无？看会出来吗？顶面可能较简单啦，你看会出是啥物吗？从啥？讲安尼啦吼，所以咱通看去，其实顶面迄个石板所雕刻的故事，就是迦纳的婚宴。下面可能伊雕刻较细，啊人物较多，迄是旧约时代咧献祭的一个场合。所以咱通看去，这两个场合来讲，作者将迦纳的婚宴当作是亲像咱咧食圣餐的场合。即款的意象，下面是即个过去咱用献祭方式。过去旧约时代献祭，就是爱用一寡动物，经济较好的，可能你用羊仔、用牛；经济较无好的，无要紧，你用2只鸡仔，用2只鸽子也可以。所以咱会当对遮看到，就是咧讲，这是一个新旧约时期上帝无共款救赎的方式。嘛代表着人甲上帝无共款的关系，也就是讲，伫旧约时期，人是用献祭、牺牲动物的方式，即款的礼仪来代表悔改甲赎罪。但是新约时期，主耶稣设立圣餐来甲咱讲，伊用伊的牺牲来成做救赎的工，而且伊格外大能力要教咱三个弟弟。所以伫即个迦纳场代表着人生上喜乐、上快乐的一场婚宴的时阵，咱通看到，系啊，而遐发生的一个情形，就是酒无啊。但是嘛，真趣味，伫即个故事，咱通看到有一个真趣味的，就是出手来帮忙这项无酒的事啊。不但帮忙，而且即个兑水变做酒。毋是单安尼尔尔，咱也看到技术内底讲到的，有人咧反映，这酒乃比头前所主人刻出来酒更较好啊。所以对这个对酒对水变酒的神迹，咱通看，咱的白皇帝起初创造的奇妙啊。这个起初创造，咱对这个水变酒通好来看，咱会当看到本质的改变。这个本质的改变，水变做酒是一个本质的改变。过来，咱通看到，麦芽酒是用什么来做的？高粱酒是用什么来做的？葡萄酒用什么来做的？恁拢真清楚，所以咱就知影讲，遮的酒，高粱酒爱有高粱，葡萄酒爱有葡萄，麦芽酒需要有麦芽。但是耶稣这个神迹是一个对无甲有的创造。无藏落任何的物，过来咱通看去，一个好酒，伊咧制作的过程爱安那？发酵期，佫有啥？温度，真赞。上基本的无共款的酒，要有无共款的口味，伊是透过无共款的温度、无共款即款酿制的方式，甲迄个时间来做控制。所以咱通看去，水变酒这项事是一粒米久的代志。所以主耶稣伊这个神迹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限制啊。所以对这个事件嘛，咧甲咱讲，人所准备的酒有啉了的时阵，咱若靠着咱发生什么款的事物，带予咱的快乐，快乐嘛有过去的时阵。今仔第一堂个礼拜拄好匡瑞执事聚会。我就甲问讲，你较少年，拄结婚无偌久，结婚的快乐你还佫会记一无？同款的事，咱来问咱的巡店长了，结婚的快乐还佫会记一无？哦，巡店长了，毋知是歹势，互咱知，还是安那点头点甲足大下，恁有看到啦吼？匡瑞执事伊聚会时阵，伊的回答足简单，很累。伊的快乐一下就无去啊！巡店长的快乐维持较紧，但是咱就通知，人所制造的快乐总是有伊的阶段。但是对这个事件要甲咱讲的，人准备的酒会无去，人的喜乐会用完，但是基督
要带互咱的恩典，不但够咱用，而且是温上加温，要更加好，要更加好。所以主耶稣以水变酒的酒，比原本主人家所刻出来品质更加好。主耶稣嘛选择伫这个婚宴的中间，要甲咱讲一项事。伊来不只是要拯救咱的灵魂，伊来要行入咱真实的人生，要行入咱真实的生活，要参与伫咱的快乐、伫咱的喜乐的中间啊。但是咱嘛要注意，咱要小心，因为圣经内面记录着上帝作这话语，拢是要祝福咱的，拢是恩典满满的。但是当咱看真侪即款的祝福，看真侪即款的恩典的话语的时阵，咱嘛毋通袂记。比如讲，主耶稣伫路加福音13章，又甲对立边仔的门徒安尼讲：来，咱做伙来读。着尽力对话门入去，因为我甲恁讲，要有侪侪人求入，嘛袂得着。来，恁要看阿哈、以撒、雅各正先知伫上帝的国，也恁家己受赶出伫外面。当迄时伫遐要有提口，甲牙切齿，对东、对西、对南、对北，要有人来坐倒伫上帝的国。有落尾的要做大星，也有大星的要做落尾。有落尾的要做大星，有大星的要做落尾。我想主耶稣会安尼再三叮咛你边仔的门徒，都爱注意。更何况，当咱伫这个世代，逐个人无用伫家己的生活，无用伫家己的工作，我嘛相信，这个话平平是咧提醒咱啊。所以咱通看去，主后1世纪的后壁的时阵，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多米田。这个多米田这个皇帝，伊发觉到一个事。是安那基督徒的群体哪来哪济，基督徒哪来哪济，开拓教会哪来哪济。所以罗马皇帝伊嘛开始推行一种的崇拜，叫做君主的崇拜，也就是讲，罗马皇帝要爱所有以这个帝国来行，拢爱敬拜伊，拢爱对伊拍拜。但是咱知影基督徒无愿意。所以，因就感觉讲，基督徒甲无愿意的话，当这基督徒群体哪来哪济，人数哪来哪济，教会哪来哪济的时阵，是毋是基督徒这个群体会变做一个背叛帝国力量的一个团体？所以，伫遐因开始迫害基督徒，开始迫害教会，包括使徒约翰同款。当伊无想要这个皇帝偶像来拍败的时阵，伊阁继续传扬基督福音，所以尾仔伊用掠去巴摩岛顶面来关。所以咱正看到这幅图，就是使徒约翰互关伫巴摩岛顶面的所在，正共款嘛起一个礼拜堂甲保护起来。咱若以后有机会去到遐的时阵，咱就会当伫遐来纪念、来思念伫遐所发生的事啊。所以这款要对使徒约翰恶意，要甲流放，要甲关，要甲迫害。原本的意思是要望讲，因为安尼，甲使徒、即基督徒群体隔离了后，约翰的影响力就会哪来哪少，甚至到后壁会消无去。确实，有当时啊，咱伫拄着一寡艰难的事，拄着挑战的事，咱若祈祷，搁再祈祷，这个事甲无按照咱的意思成就的时阵，咱的期待来实现的时阵，有当时啊，有可能咱真正信心会甲无去。甚至伫艰难的中间、艰苦的中间，人会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啊。但是罗马帝国的政权，伊无想到，当因掠约翰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无想到讲这款的压迫、这款的迫害的环境，结果，互约翰哪来哪亲近上帝啊！不但哪来哪亲近上帝，伫一个异象的中间，伊一直看，一直看，到尾啊，将伊所看到的写成启示录。流传甲真，互咱继续来读，继续来看。所以咱看去，一个世代，搁一个世代过去啊。基督的教会，基督的信徒，因为过去真侪信仰前辈留了真好真水的脚迹，
咱看到更较侪人因为安尼受到感动，更较侪人因为安尼来信主，更较侪人开拓了更较侪的教会。所以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启示录的中间19章第9节，安尼甲咱讲到羊羔的宴席。这个羊羔的宴席讲到的就是新郎，就是主耶稣。伊所要代表的就是当末日的时阵，爸上帝要邀请咱做伙甲主耶稣来同坐倒啊。所以咱看这个受到邀请赴这个宴席，这个八情妇，伫迄个文的中间，伊有其他无共款的意思，毋是只是咱受到邀请尔，包括咱去用点名，包括咱去用呼召，也就是讲，上帝宴席要来除掉咱妖恶的心灵，要拍败死亡迫害。所以，当咱有福气，甲咱的主耶稣要搁再一遍同坐倒的时阵，咱要伫遐领受这个圣性的宴席。这嘛是咧讲，当迄个末日的宴席，咱就先用一款洗礼方式加入教会，做领受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啊。所以，咱每一遍咱做伙组织领受圣餐，咱除了纪念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了咱所做的救赎以外，咱嘛爱因为这经文所甲咱讲的，咱爱带着愿望啊，咱爱带着迄个愿望啊。所以，伫四福音书一直甲伫启示录讲到几啊遍有关婚姻宴席的代志，这个代志要互咱知，上帝毋是因为咱有外高。上帝毋是因为咱社会的地位有偌悬，来呼召咱三甲日今仔日坐伫遮领受圣餐。这是因为上帝恩典伊的主爱啊。所以当伊邀请咱，叫着咱的名，点着咱的名，邀请咱来成做伊的囝儿的时阵，咱爱珍惜一个咱成做上帝囝儿的身份啊。所以圣经经文在咧甲咱讲的，就是咧讲。当使徒约翰看到上帝互伊看一款荣耀的异象的时阵，伊挡袂牢，想要甲伊身边的天使拍败。但是身边的天使甲讲：“你就是独独敬拜上帝啊！你就是独独敬拜上帝啊！”使徒保罗提醒咱，传福音就是咧帮助人、拯救人的事。宣告，当咱愿意去传的时阵，咱就是咧。尊敬上帝，尊叹上帝的话，咱咧听人服务社会啊。也就是讲，咱每一个礼拜日，咱三甲伫遮组织做礼拜，就是咧敬拜上帝。当咱做伙参加团契的聚会，参加早经班祈祷会，甚至咱做伙咧食爱餐，咱就是咧交谊，咱就是咧敬拜上帝。甚至咱伫教会中无共款的服侍，这服侍，包括服侍咱不止服侍咱家己兄弟姊妹尔，包括社区嘛是共款。有地方的囡仔，社区班、弱智班的这长辈，当咱咧服侍因的时阵，咱就是咧敬拜。所以保罗咧甲咱讲的，就是所有这的尊叹上帝的话、敬神爱人的事的中间，咱就是参与伫上帝救赎的工作中间啊。所以咱安尼就通知，咱的生活若会当活出一点点啊，甚至活出更较多即款荣耀上帝伫别人的生活。若是安尼，咱就是真实，咱就是作实际，咧用咱的生活咧解说圣经，咧传达福音啊。所以咱的生活会当成做故事，咱的生活嘛会当成做福音的故事的时阵。咱就是用咱行动，用咱的工作，用咱读册，用咱甲人三甲斗阵的中间，咱咧荣耀上帝，咱咧敬拜上帝啊！所以伫弥赛亚迄个末日，迄个婚宴还未来临进前，每一遍，咱三甲组织咧领受圣餐，咱都爱珍惜啊！所以使徒保罗甲咱讲，咱每一遍咧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甲伊过来。主耶稣的死是表明对咱救赎的工已经完成。迄个搁再来，就是咱未来永远的愿望。所以，当咱每一遍咧领受这个杯、这个饼的时阵，咱不只是纪念、感谢尔，咱嘛要有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互咱内在的生命，互咱外在的生活会当结连合作伙。咱若内在的生命，咱外在的生活会当有活泼、有生命力的展现。我相信咱会当搁再一步亲近咱的爸上帝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聚集在圣餐的主日的时候，咱来将咱的眼光看向未来，毋忘看向上帝的荣耀。所以对书和音书也好，对启示录也好，咱会当来看。这个婚宴咧，甲咱讲的就是福音书的婚宴是上帝要行入咱的中间，启示录的婚宴是上帝要甲咱永远伫地啊。过来，咱通看去，实际个是上帝为着咱放杀伊的性命，但是圣餐是爸上帝要甲咱订立新的约啊。所以咱通看去，咱若对主耶稣的模样，互咱看到的就是敬神爱人、传福音、令人归主。这就是主耶稣在世最后3年，伊拼命不断持续咧做的事啊。同款，敬神爱人、传福音、令人归主，这嘛是带领咱会当更加行向爸上帝的行动，嘛会当互咱的生命更加精彩、更加活泼啦。所以今仔日咱做伙伫遮领受圣餐，无毋对，即块饼真简单，即块杯真简单。但是咱爱每一遍咧领受即个饼、即个杯的时阵，咱爱思考的就是即个圣餐来之不易啊！这是主耶稣用伊的命、用伊的血所赏赐予咱的啊。所以当咱遮是受到邀请、受到点名、受到呼召的囝儿，咱爱真清楚，今仔日咱伫遮三个咧领受圣餐，是咱应该得的。这是因为上帝恩典、上帝邀请。所以不管咱的信心是毋是伫什么款的坎站，咱的生命真是什么款的状况，咱有可能今仔日咱是带着欢喜的心来的，嘛有可能咱今仔日来的时阵，也有一寡压力伫咱的心中。但是无要紧，无要紧，因为主耶稣对咱来讲，来吧，咱做伙来坐做伙，咱做伙来坐做伙，因为今仔日的圣餐是为着咱所来备办的。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你的话语透过圣经，你的心意透过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互阮当领受到你伫阮心上顶面的祝福。每一遍当阮领受这个饼甲这个杯时，求你会当互阮不断，因为你的慈爱甲荣耀来受到你的吸引，叫阮到迄个末日的时，伫这个你所备办的婚宴的中间。阮会当享受甲你同齐道的欢喜。阮来感谢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先进行咱的圣餐。咱的圣餐的头前，咱先要来吟圣诗355首的第1节甲第2节。圣餐了后，咱佫用355首的第2节甲第3节来回应感谢咱的主耶稣。所以，咱做伙吟第1节甲第2节。是。
前，咱做伙来设立今仔日咱的圣餐。我所敬听的兄弟姊妹，请听使徒保罗安尼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搁含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看到的是一块真简单的饼，但是咱爱思考的就是，这是主耶稣的肉体，为着咱所拍破的。所以每一遍咱安尼食的时，咱着用安尼来纪念伊。所以这时要麻烦咱的长老来旁边。咱每一遍摕到即块饼，当咱每一遍摕到即块饼，咱爱想的是，这是耶稣顶的是一个顶的肉体，为着咱所拍破的。咱毋通互耶稣的血白流，性命白白牺牲，因为主耶稣讲，伊来是要完成对咱的救赎。所以当咱透过这个救赎了后，咱要白白正做白诚实的囝儿。既然咱是白在恁这地面上诚实的囝儿，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就要行出军队基督的生活。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主耶稣讲，这是伊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若是有已经生咧家己教会，还未摕到饼的，请举手。所以，咱手中的这块饼，代表是主耶稣为着咱得的是个价顶的肉体。所以我敬听兄弟姊妹，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每一遍都用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享受。食了后，主耶稣佫捧起伊的杯，甲咱讲：这个杯是伊的血，为着咱所流的。咱每一遍咧啉这个杯，就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主耶稣的血，为着咱所流的。
所以每一遍，当咱领受到这个杯时，咱就用安尼来纪念咱的主耶稣。主耶稣，你是咧个顶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个成了代表伊伫地面上的工已经完成，对咱救赎的工已经完成。所以每一遍咱摕到这个杯，咱来纪念的是主耶稣为着咱所流的血。每一遍咱咧纪念伊的时阵，不只是伫礼拜堂内面来纪念伊。每一遍咱做礼拜了，倒转到咱的厝、咱的家、咱的公司、咱所生活的所在，咱就爱有基督的模样啊！是有人还未领受到这个杯，请举手。所以，咱的主耶稣一直在甲咱邀请，在甲咱邀请咱会当有机会，咱三甲来领受圣餐。所以，咱勇敢的兄弟姊妹，你也是还未洗礼，愿主圣神甲你三甲伫地，会当有这个感动。总有一天，咱白白来领洗礼。咱白白伫遮来领受圣餐。所敬听的姊妹，请咱举起咱的杯，咱用感谢懊恼的心来感谢咱主耶稣为着咱所流的血，咱做伙来领受。这是咱继续用355首的第2节甲第3节，做伙来回应主耶稣对咱的疼。阿爸，平安的上帝，阮真正感谢你，因为你慈悲怜悯甲疼痛，恩典满满，
呼召阮来成做你圣圣的囝儿。所以伫遮，阮不只是甲你相同坐倒，阮也要用阮的感恩、阮的感谢来成做阮的敬拜。安尼感谢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用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来回应。圣诗121首，吟全首3节，请起立。这是来奉献，请弘一执事甲祥宇执事来书献。请会众起立奉献的诗。Yeah.
遐济来报告。第一项是教会的消息，今仔日是本会第一季的圣餐主日，值得大家用谦卑悔改的心来领受，甲欢喜的心来领受圣餐。欢迎大家礼拜了会当互相劳步请安交谊，到地下室1楼享受爱餐。即礼拜服侍是石盘团契。石盘啦，若照圣经是讲石盘，无人讲盘石。迄是华语的直接翻过，毋知这以后讨论。好，第二项，今仔日是本会所设立奖学金的募款的主日，请为着咱的主题来学习来带导关心甲奉献。第三项，咱1月初1开始有一年读圣经1摆的活动，今仔到昨拄满月大家若有迄表会使去1楼南米聚会所，这样遐盖章啦几点啦好，感谢大家的参与。通知后礼拜是好会，所以无第1场第2场合并拢伫10点半。希望大家会当尽量来参加。若有会员名单，若有登达的，请书记、中央长老来欢迎。头仔祈祷中有提起2月3号、6号，请大家关心这项代志。牧师娘甲7月7位的青年要去甲真济间教会举办联合建造营去造营愿主被上帝保守，出入平安，会真顺利。参与的团队会当伫服侍中来性命得到更新。另外，拜3的生活查经班2月份放寒假，咱有定是3月初4重新搁开课。后一季2月份的健康咨询关怀嘛是有暂停，不过兄弟若有需要，拢免客气，拢甲教会反映，讲，阮会当真侪医生的会友会真愿意来帮忙。团契的消息，北中的双年事工部伫3月初6，即礼拜5要前往宜兰头城灵修旅游，费用甲内容大家先彩秋节还是裕民乡不过彩秋节即摆一定伫邮轮顶管所以虽然可能找裕民乡，也是甲会长报名嘛无要紧这日期到2月20。教界消息甲大道的事项，请大家家己过目祈祷。毋知影牧师有要补充无？今仔日咱真欢喜咱的本会出身的牧师娘匡正来倒来后头厝来欢迎。毋知影有新来无介绍到无？请免客气。3楼敢有？咱时间的关系，咱平安礼的，因为他圣餐就是平安礼的意思，咱因避讳的诗，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唱2摆，请大家起立，避讳诗了，请大牧师来祝祷。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的安宁，甲你。
的上帝赐福保护咱，愿伊的面的光照咱，佮施恩互咱。愿伊欢喜的面看咱，想使咱众兄弟姊妹以及咱的亲人有永远的平安，对即时伫甲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电乐煞闭会。